大家早晨，歡迎收睇星期三朝頭早嘅天氣報告。我係梁浩明。喺大放嚟嘅衛星雲圖，我哋可以見到啊，隨住之前影響我哋嘅廣闊低壓槽減弱，咁廣東沿岸今日嘅雲量同前幾日比咧就少咗好多啦。咁所以今朝早由維港望出去，雖然見到少少低雲啦，咁但係天色都算係唔錯嘅喎。不過喺雷達圖像咧，仍然可以見到一啲零散嘅驟雨係影響住沿岸地區。咁所以我哋今日都會係一啲驟晴驟雨嘅天氣。氣温方面，去到朝頭早7點鐘，香港各區嘅氣温就介乎喺26至到29度之間啦。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就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有幾陣驟雨，日間炎熱，市區嘅最高氣温係大約喺32度，而新界係再高1-2度。風方面係吹和緩嘅偏南風。咁之後幾日嘅天氣，我哋就預料隨住副熱帶高壓脊逐步覆蓋廣東沿岸，咁未來1-2日呢一區嘅驟雨就會逐漸減少，天氣係會漸轉天晴酷熱㗎。不過我哋望遠少少，而家喺菲律賓以東海域嘅一啲對流雲團，其實佢係一個低壓區嚟㗎。咁我哋預料呢個低壓區咧係會逐漸發展成為熱帶氣旋，並且會喺今個禮拜後期進入南海北部。咁週末期間咧，佢係會大致移向廣東沿岸一帶，並且係逐步增強㗎。咁但係佢嘅登陸位置係仍然存在變數。咁所以香港天氣嘅展望方面就係未來1-2日係大致天晴同埋酷熱。咁但係留意翻，星期六稍後至到星期日係會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，風勢係會較大，而且海係有湧浪㗎。咁大家記得要留意天文台嘅最新消息啦。今朝早嘅天氣報告就講到呢度，下次見。